性。喂。唔使。有啊。他比较跳。安尼较爱困啦。他比较爽。其实咱即个四季养生，讲着养生哦，其实养生足济啦。哦，比如像咱咧听课，那三不五时啊手拍拍的，哦，咱讲咱的手吼有咱的穴道，有12条穴道的经穴，其实它的效果都最好的。像咱的迄个那个十条手奶面吼，10条手奶面哦，你逐工都要拍手、拍腹啊，袂当促进咱的健康。所以咱听课时毋通袂记啊，爱甲讲师师兄。好不谢谢。后学教会的啦，那拢是伫咧学习啦。那讲着养生，就较后学我嘛无较老啦。咱若讲要养生，就爱咱拄条一个浅显，讲81岁，真无伫遮哦。迄伊来讲养生上界理想啦。81岁反正都做少年吼，咱像迄个前辈才来讲迄个养生。其实咱的养生分做侪种，有精神的养生，精神的在心灵上的养生，肉体的养生。那养生方式很多很多，讲不完。那咱即个养生内面，四季养生大部分拢是伫咧《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嘛是一本经典哦。那《黄帝内经》有分内经，叫灵枢，叫素问那咱大部分拢是讲素问内底。咱内底永隆讲师讲的《易经》，伊嘛是一本经典。所以古早人有一句话哦，伊讲会晓易经，会晓易经哦，那袂晓《黄帝内经》，就敢若亲像寒天有一领大衣伫边仔，你袂晓甲摕起穿。那会晓《黄帝内经》，你袂晓易经，敢若是足好食的物件放伫桌仔顶，你巴肚足枵，你袂晓甲摕起食。所以等于讲，咱易经甲《黄帝内经》两部经典拢加减研究。当然，咱袂当研究到足深入，毋过基本上，咱伫即个世间要用的，拢用会着，就做伙吼。那四季养生，咱养生养生有分身躯嘛，养身躯，嘛有分养性命啦，咱们的性命。咱甲看即个图，咱敢看有啥？咱敢看有啥？亮点很多。咱拢一个一个来发问，这位浅显，咱感觉这是啥？头发。咱的头发吼，那咱啊，杨爸爸哦，真的有型哦。那杨妈妈啦，他不是所以然来，然后呢？高速公路。然后这边这位妈妈呢？首长哦。那这个妈妈啦？看看什么你想？你等等啊。纹路哦，皮肤的纹路。阿嬷呢？阿嬷。你感觉有花纹啦吼，看啥看无啦吼。然后后面那个，你感觉这是啥？叶子哦，你感觉叶子，然后呢？是我们的头发，然后还有一些白点。头发放大就对了啦哈。然后，你看。平板上。皮肤你也是皮肤。马上来对了。然后这边，皮肤然后。乌龟的龟甲。龟壳、贝壳哦。然后这位浅显。哇。龟金菇啊。龟金菇。然后呢？道路哦。不是公公，干嘛干？不行的哈。然后这位，应该是那个空中的俯瞰图、鸟瞰图啊。看图也对，那这位就是。阿公。咱食水问你。
就是土欠水就对啦吼。哇，就是安尼，咱人就是安尼。那我伫咧厝吼，因为咱好像有电视嘛吼，啊，都有一个小朋友来，我问小朋友，小朋友在啥？伊讲，这个菠萝面包的皮啊，够行嘞吼，菠萝面包的皮。然后佫有一个问讲，这是啥？我讲，哎哟，迄个迄个，伊是本身是一个设计建筑设计师，伊讲，这个我设计的地砖啊，他设计的地砖。啊，那佫有一个阿嬷，我问伊讲这啥？阮当咧煮暗就是用即个形啦，伊咧煮暗的表面。哦，佫有形的吼，你看，这就叫做角度啦。咱每一个角度拢无同款。哦，咱咧讲养生交这嘛同款，咱角度无共吼。好，下一个。咱看这样，到底紧张？有，认为有在动的举手。哦，好。那认为没有在动的举手。大家拢定力不错哦，其实无紧张啦，所以咱版权拢会骗人哦。下一个，那这个呢？中间有人在动，唔通看了小认真啦，小可家瞄一下就好。感觉中够咧紧张？敢若有吼？敢若有，唔通一直啊看，你愈看感觉伊愈紧张。有。对哦，有吗？怎么会这样？好，那有的举手。怎么会这样？这道较侪人啊，看到哦。是啊，是。有哦，有在动哦。来，下一个。咱看这啥？咱看哦。树啊哦。那它左边也有一个影，咱看哦。好比。老鼠。你心中有老鼠。下一个。人不是人像吗？是一个阿兵哥在那。下一个。有这个阿兵哥。然后这个嘞。人像的对了。对，好像哈。那就是人像，你看嘛。蜥蜴，那你心中有蜥蜴。那下一个。人像啊。这个。也是那边。然后再恢复，做一个图样，再恢复。其实只要有一个人，伊这是，阿兵哥。是，对，看到了哈，伊这是在补啦，爱条光补迷彩啦，迷彩布，然后给阿兵哥穿啦，叫做保护色啦。翻下一个上面，小家这个很紧张，其实他没在动，没有在动，然后再上，就全部捋捋，这也没在动，好就恢复了。第二个，咱目睭拢会骗人。咱要讲用心，用心这种嘛。那或许我今天所要跟各位共同学习的是四季的用心啊。咱一冬有四季，那四季内面有24季节啊。那24季节内面，咱一冬有几天？咱一冬360左右。对，365吼，365，然后。每一天拢差2分钟，咱才有感觉。没感觉的哦，咱每一天哦拢差2分钟，所以咱那个夏至、夏至到迄个春分到迄个秋，那个冬至要有无？都要差半天，差过来休息，看一下。就是讲，咱每一天差2分钟，咱拢无感觉，所以一冬内面吼，差过来休息。这就是拄则好势有讲嘛吼，咱即个四季养生吼，伊那养生有讲食的啦。咱即个四季养生是伫《黄帝内经》内面讲的啦吼，这明代吼，就是咱明朝吼有一个医学家，伊叫张景岳，伊就讲即句话哦，伊讲春天咧，就应咱五脏内面咧寒啦。咱这是啥物天啊？冬天嘛吼，冬天就应咱的心啦。所以咱若心好，我会当伫即个冬天来调养啦。咱秋天就用肺部，夏天伊佫分一个长夏所以四季等于交咱五脏六腑是拢对应迄是一定的
所以咱的四季之气吼，尤其是咱迄个脾啦，迄个脾应咱的四季啦。所以人的肉体有志上交肉体，啊，佫有气，啊，叫即个神吼。啊，咱要用即个身体，有阮肉体叫心灵，就咱会使听的易经。有些咱若继续来甲上课，就是净化咱的心灵，净化咱的心灵啦，吼。然后咱来看遮，你看四季伊这图啦，就是四季吼，因为咱地球家己生一年，地球家己生一年，伊会呈现23.45度的倾斜哦。然后太阳伊公转啊，交咱的地球仪，咱地球仪拢比比啊吼，伊的自转的情况拢无一啦吼，啊也随着咱的太阳系8大行星内面吼，落去说，啊咱拄则讲一冬是365天，伊佫有点2422哦，等于5点钟48分46秒。365天5小时48分46秒，咱每一冬是毋是拢佫差5小时48分46秒？所以为什么咱3冬爱录一届？